德国政府第13公布头一份中国战略报告，其中有讲到经济方面就要降价挖苦中国，也甲台海和平列入去内面。特别写到支持民主台湾，也爱和台湾加强关系。另外，德国也呼吁欧盟就要调整对中国策略，对抗中国威胁。 德国政府经过几个月的讨论，13是公布史上第一份中国战略，规篇是有64页，当作是未来和中国往来的纲领。其中原则性的内容是：中国是伙伴，但是嘛是竞争者和体制对手。佮甲台海和平放入去，支持民主台湾的加强合作。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讲，台海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呼吁欧洲团结对抗中国的贸易威逼。Aber zugleich ist genauso wahr. Der chinesische Markt braucht auch den europäischen Markt. Daher können die Spannungen um Taiwan uns nicht egal sein. Eine militärische Eskalation wäre auch eine Gefahr für Millionen von Menschen, und zwar weltweit und damit auch bei uns. 报告内面对中国人权和中露关系用词是正当，但是对安怎伫个经济方面降低对中国的瓦靠和去风险化，是讲较无遐清楚。学者认为讲这份报告第一个看出德国梅克尔路线的结束，和德国呼应欧盟对中策略的方针。但是中德的经济关系真歹，战略安怎伫个现实内面发挥作用，搁爱看。如果要去彻底实行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那它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虽然对中国的政治军事行动上面有很多批评啊，但是德国政府还是强调，它还是维持所谓的一中政策。中国外交部是批评讲，德国甲正常的合作，特别去安全化和政治化，只会得到颠倒兵的后果。另外，伫东协外长峰会边啊，美国国务卿和中国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见面，这是一个月来两个人第2摆见面。路透社分析讲，这是为了80回的铺路。美国国务院讲，布林肯搁一摆当面和王毅讲，维持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